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咱台湾传统的小食面菜头粿，是真侪人为细汉食到大的回忆。台中有一间卖菜头粿，每一喙拢会当食到菜头签，尤其是因的招牌，这个菜头粿来捏一粒半熟的鸭卵，讲只要食一摆，就会叼喙，就会变做老主顾。另外，这个南投一间45年的老店，是用麻油来煎菜头粿，煎甲赤，搁来淋着因特chế酱汁。这正港的古早味，也毋过一工敢若卖20斤哦。若是想买来是食无哦。菜头粿今仔日的好食大车饼。菜头粿顶头的半熟煎卵搁烧烧，用猪肚破走出来卵汁，搁甲菜头粿实在有够酥。蛋非常浓郁，就是沾这个蛋这样吃一口的，还是赞。真的很好吃。伫台中这间菜头粿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连第一摆来的人客嘛拢全部掉咧。觉得萝卜糕就是还蛮有多一个柔软的感觉。菜头粿爱好食，一定要有菜头的甜味。头家逐工家己下菜头，搁倒入去再来米磨的米冷煮熟，然后搁吹4点钟，每一喙拢食会到菜头丝，而且一定要配鸭卵，这是头家的坚持。蛋商跟我建议这样，啊，反应呢？食久拢掉了呀。同款拢是手工。南投这间菜头粿，81岁头家透早5点就开下菜头，挖成泥料和米冷做伙啦，再放入去人霜吹好熟。看把条那太 Q 了，无你老无条哦，烧烧啊。45年老店的传统，头家用麻油来煎菜头粿，煎做金色，搁加特chế酱，就是真正港的古早味菜头粿。而且一工敢若卖20斤，若我来就食无。也蛮道地的啦，又真材实料。辣椒酱超级无敌辣，只要一点点就很辣了。台中菜头粿，菜头丝用料真结实，搁加半熟鸭卵，口感真骨搁真油。南投菜头粿，是用菜头泥用麻油来煎，搁加特製酱，呈现酥的古早味。比较有萝卜的味道。比较有萝卜的味道。哎，所以我们开始讲这边呢。哎，所以我们都专程来这边吃。阿伯煎得很脆、很酥、很道地、很有味道。菜头粿的食法有真多，不过无变的是强调顺手工来做，和对菜头原味的坚持。